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，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目擊憲章4，目擊憲章嘅第一部分，第3章，論人在世間嘅活動。人類不斷運用天賦才能同埋勞動力去改善自己嘅生活。今日尤其靠科學同埋技術擴大佢嘅統治權，幾乎遍及整個自然界。歷嚟人類設法改善佢生活嘅努力，本身係合乎天主聖意嘅。天主召叫人治理大地，乃係延續創造嘅工程，目的係使人類承認天主係萬物嘅創造者，並將自身同埋萬物歸諸天主。人喺日常生活中為咗瞻仰自身同埋家庭而活動嘅時候，同時為社會服務，以佢嘅勞動嚟發展造物主嘅工程，嚟照應弟兄們嘅利益。基督嘅道理並唔阻止人們建設世界，不過人類智能越增進，個人同埋團體所有嘅責任亦都越擴大。為咗喺社會問題上爭取更大嘅正義、更普及嘅愛德、更符合人性嘅秩序，人嘅行為要比技術嘅進展價值更高。人類活動嘅準繩係遵循天主聖旨，使所有嘅活動適應人類真正嘅福利，並讓私人同埋團體培育同埋育成佢嘅使命。好多人誤認信德同埋科學水火不能相容。人若果全心謙虛，恆心探討事物嘅隱微，不知不覺就會為天主嘅手所領導，因為萬物係為天主所支持，萬物因天主而是其所是。凡有信仰者，無論佢信奉嘅係邊一種宗教，時常喺受造物嘅言語中聽到受造物嘅聲音。一旦忘掉天主，受造物就晦暗無光。人類嘅進步雖然有益於人，但係就帶嚟巨大嘅誘惑。由於人們為私利是圖，不顧他人，致使世界已經唔再係成為有愛嘅住所。人類智能嘅躍進，亦都使人類瀕於毀滅嘅威脅。人類整個歷史充斥着反黑暗勢力嘅鬥爭，人既生活喺呢一個鬥爭中，必須不斷作戰，先至可以堅定於善，同時仰仗天主聖寵，努力奮鬥，先至能夠保持自身完整無失。教會重申宗徒嘅說話，你哋唔應該與此世同化，意思即係話不得同化於此世嘅虛榮同埋邪惡嘅精神，將原本為服務天主同埋他人嘅活動變為作惡嘅工具。大公會議指出，對大地同埋人類終窮嘅時刻，我哋一無所知，但係罪惡所玷污嘅世界面目必將逝去。天主將替我哋準備一個新嘅住所，新嘅天地。嗰度正義常存，幸福將要滿足，並超出人心所能想到嘅一切和平嘅願望。期待新天地嘅希望，不僅唔應該削弱，而且應該增進我哋建設此世嘅心火。因為新嘅人類大家庭嘅雛形係滋長發育喺今世嘅，並給予人一啲新天地嘅預象。現世嘅進步雖然同基督神國嘅廣揚有佢嘅分別，但係就現世嘅進展而論，佢有益於改善人類社會，係有利於天主嘅神國。我哋下一次將會介紹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目擊憲章第一部分第4章，論教會在現代世界內嘅任務。聖堂刊物架已經擺放咗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目擊憲章嘅單行本，歡迎大家攞返屋企細讀。
大家亦都可以登入本堂網頁，學習連影片嘅選項，重溫已經播出嘅梵意簡報。